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即摆参大学指考拢要为7月初1到初3，延后到7月初3到初5，这嘛是有史以来第一届大学指考改时间。原本7月初1到初3的大学指考，即嘛要延后啊。 如果能够让学校高中的学习干扰最少，对于考生来讲，因为原来的范围等等就是没有改变，我想这样能够去兼顾到考生的权益的维护。除了武汉肺炎疫情延后到7月初3到7月初5举行，这嘛是史上第一次。大考中心讲，因为疫情影响，延后到2月25开考，暑假嘛延到7月15。若是维持原本的7月初1到初3指考，当作考场高中爱停课，学生就爱搁加补课3天，7月18才会当休暑假。不过，若是延到7月初3到7月初5，只有拜5会影响到课程。相对大考中心来讲，要照学校做考场，阻碍比较较少。这个应该是蛮好的一个政策。没有什么影响，就只差这2天，我就觉得大同小异啊。 原本是未更改一期，即马政策大转弯，各师生拢感觉因为防疫关系，然后指考是大家拢会当接受认同。